帶12個月大 BB 飛6個鐘嘅真實情況。上次喺韓國飛6個鐘去新加坡，就第一次試搭咗新加坡航空嘅 business class。點解我哋會前後坐呢？係因為呢一架 A350咧係得單邊位先有提籃嘅啫。By the way， 佢個提籃位好似仲闊過部電視機。上機第一件事就收到 BB 嘅禮物，打開嚟睇係一個史迪仔毛巾 ，so cute。基本嘅 setting 就有毛氈、拖鞋、乾燥唔錯嘅耳機，仲有 business class 嘅 menu。乘客仲登緊機嘅時候咧，就俾坐喺呢個窿嗰度。據 B 示範呢個空間真係比一般嘅提籃大啊！座位旁邊咧就有個觸碰式嘅熒幕，平時就話方便大人撳掣啦，但係其實有小朋友嘅時候咧，就成為咗小朋友嘅新玩具啦，同埋個遙控器啊。不過要係咁睇住佢，唔好俾佢撳叫人嚟嗰個掣啊！座位呢度好方便 BB 撳唔係方便大人撳嘅閱讀燈咧都有嘅。佢最中意就係玩燈啦。話咁快咧，又嚟到佢飲奶嘅時間啦。諗住去飲奶嘅時候，我就可以唞唞啦。我呢個時候就發現個座位升高半身嘅時候咧，個腳位都可以維持伸出嚟嘅狀態，唔錯唔錯。呢個時候就上咗佢哋 signature 嘅沙爹雞肉串燒。我發現嗰啲棒都有啲醬喺度，幾地道下。但喺我等緊 BB 副食嚟嘅時候，菜已經忍唔住開始扭計要食嘢啦。唯有就食住自己帶嚟嗰啲先啦。喺佢食晒嗰啲飯嘅時候咧，就收到 BB 嘅蘋果泥啦、果汁啦、紅蘿蔔嘅番薯甜品。因為佢已經食咗飯啦，最後佢就淨係食咗個紅蘿蔔番薯泥。湊住 BB 搭飛機嘅話咧，我哋兩個只能夠輪流食飯。J 食完之後就到我食啦。食完個蒜蓉包同埋前菜嘅時候，發現後面嗰兩位已經瞓咗覺。而我最期待嘅鮑魚片邊卜終於出現啦，個賣相已經好吸引啦。呢個片邊卜可以超越大韓嗰個，啲鮑魚薄切到一小片咁樣，完美融入咗喺啲飯入面，口感更加豐富，真係超大滿足。完食最後甜品咧，佢仲有雪糕嘅，不過我就冇要到。比較好奇呢粒杏仁嘅 dark chocolate 味道，中間仲收到 BB 嘅小禮物。最後餘下嘅飛行時間咧，我哋兩個都冇瞓過覺，因為坐中間淨係瞓咗一轉啫。呢個就係帶1歲小朋友搭飛機嘅實況啦。雖然搭 business class，但其實都好難休息。各位帶小朋友飛嘅爸爸媽媽，你哋都非常之厲害。